圣殿，全地伫伊的面前，拢着静静。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着用真实来敬拜。各位兄弟兄姐平安，咱即摆来开始早起的礼拜，请各位兄姐起立来吟圣诗76首，上帝赐伊独生囝儿。请大家有缘徛地，愿主教示咱的祈祷文来祈祷。愿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荣耀，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你了就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引带阮入死，亦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煞接用许多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圣母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定是见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告我上天，打坐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赢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徒的上空，罪赦免，肉体告我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启应文47篇，正海岛啊，着听我的话。我伫胎里，上主就警告我。伊互我的喙亲像内刀，
搁互我成做无尖的钱。伊有对我讲：你是我的奴仆以色列。我就讲：我拍拼是空空。犹久我靠上主替我伸冤。一声，我伫海里，上主就做我做伊的奴仆，要互雅各归向伊。因为上主看我最尊贵，上帝真贵。伊有讲：你做我的奴仆，通兴起雅各的支族。一声，毋若安尼，我要互你做较大的事，我嘛要设立你做列邦的光。做伙压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上帝，感谢你伫万人中拣选了阮，互阮有份做你的囝儿。当聚集伫遮，阮用敬虔、感谢的心做伙来敬拜。搁一摆，阮伫众人的面前宣认你是阮的主。阮遮个卑微的、有限的、软正的人，要降服伫你的面前，遵趁你的教示，行你为阮引带的路。阮遮个小信的人，过去因为你的引带，甲阮帮赞。阮的信心对一项一项的考验，哪来哪增加。阮持守你一定会带阮赢过试探的应允，学习谦卑甲顺服。对吞涌中得到盼望，搁一摆感谢你。现主时，阮犹原面对着各种的苦难甲挑战，阮时常喊叫：主啊，帮助我！主啊，救我！恳求你垂听阮的祈求，亲像早前共款，带阮脱离迄个恶担当的。伫做伙敬拜的时，我嘛愿意有份伫帮助兄弟姊妹的需要甲供应。阮的兄弟内中西顿教会担得建堂，阮愿意尽力用祈祷甲奉献来支持因，互因伫台中西顿社区继续为主做光做盐。现今的时局混乱，国甲国相台，政党甲政党相争。对天国的角度来看，拢是人心败坏的结果。做一个军队基督的人，阮爱用祈祷守望这个世界，求上帝怜悯。另外一方面，嘛爱拍拼服侍传福音，实行你互阮的使命，听候主耶稣会再来。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下面学乐献歌对今仔日要献的诗歌是《愿感谢你，主耶稣》。
圣经路加福音第7章18节到23节，我来读。约翰的学生将这事拢总报因的先生知，伊就叫伊的学生2人来找因就群主，讲：所要来的是你吗？还是阮着望别人啊？迄2人已经到，就讲：惊洗礼约翰找阮就群你讲，要来的是你吗？还是阮着望别人啊？迄时耶稣医好侪侪破病病疼痛的，犯着鬼的，搁互侪侪痴迷的得到看见，就应讲：恁着去，将恁所看见、所听见报约翰知，就是痴迷的看见，摆脚的行，太高的清气，臭耳人的听见，死的人告我，丧凶人得到听福音。既若无伫我来着，大家有福气。圣经读到遮，今仔日牧师要讲的题目是施洗约翰的交易。耶稣讲：对我无失去信心的人真有福气。这是啥物意思？耶稣是毋是主张有信仰的人绝对无疑问？啊，若是心内有怀疑，就毋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张牧师，两位兄弟，大家平安。信仰会当有疑问吗？有信心的人是毋是一定就对上帝完全无任何的怀疑？新约圣经雅各书1章第6节安尼讲：恁若靠信心祈求，恁着靠信心祈求，毋通摇疑。耶稣好亲像嘛有即款的看法。伊伫无花果树高大的故事中，教示伊的学生讲：无论啥物人对即座山讲起来去填海，伊心若无摇疑，信所讲的一定会实现，嘛会安尼，互伊实现。咱对顶面的经文来看，信心甲摇疑好亲像是2项对立，袂当放做伙的代志。毋过，约翰一书4章第1节的经文对咱讲：亲爱的朋友，毋通相信大家神，着查验这个神是对上帝来，也毋是。另外，咱嘛当对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故事通看见，当耶稣面对十字架苦杯的时阵，耶稣的心内充满真正，对上帝祈祷讲：我的爸啊，若会当求你，互我免啉这个杯，毋过毋是照我的意思，就照你的旨意实现。换一句话讲，伫家己的意思甲上帝的旨意这中间，耶稣嘛毋是完全拢无疑问。若无，伊就无需要遐尼真正来对上帝恳求咯。安尼讲起来，到底伫咱追求上帝甲真理的人生中，怀疑敢真正袂当甲信心放做伙吗？敢讲基督徒袂当抱着疑问，阁悠然相信上帝有美好的旨意来往头前行吗？伫也未回答这个问题进前，请咱先来听一个囡仔的故事。真久以前，德国有一间教会的主日学学生，这个囡仔自细汉就真白目、真搞怪，互教会的老师甲牧长真伤脑筋。有一遍，主日学的老师伫圣诞节的故事中讲起约瑟，就是约瑟甲玛利亚，耶稣的父母。约瑟甲玛利亚抱着囡仔耶稣去到耶路撒冷圣殿来献祭，总是耶稣的家庭真善车。主日学老师安尼讲，所以约瑟甲玛利亚敢若会当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用2只粉鸟
来代替奉献羊羔的祭物。无拍算即个，互所有的老师拢真头疼的主日学学生，伊听到了就吐槽讲：啊，这要哪有可能？耶稣的家庭一点仔拢无散车。耶稣出世的时阵，东方的博士来调见伊，奉献啥物？黄金、乳香、木药的。你敢知影木药伫古早的时阵偌贵？差不多价值加黄金同款价值。安尼要哪有可能？耶稣的家庭遐尼散车，所以即个学生讲：啊，遐物件走去倒位去？提出即个疑问的囡仔，就是后来抱着慈悲甲怜悯的心，我靠坚定的信仰，去到非洲做医生，几啊十年，拯救无数的病人，造福当地人民，所以互人号做非洲的老爸。迄个人啥物人？史怀哲。伊伫1954年，因为医疗的服侍甲奉献，得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其实，史怀哲毋但伫医疗服务的贡献得到大大的学乐，史怀哲伫圣经、伫音乐，伊拢摕到博士。伊伫性甲神学的研究嘛得到侪人的肯定，特别是圣经学界研究历史耶稣这个问题，差不多拢爱参考史怀哲的研究结果。总是真少人知影。史怀哲自细汉就对圣经甲基督教的教义提出理性的批判，对玛利亚在息女生囝甲耶稣国活的新约这个教义，史怀哲无认同，甚至当史怀哲大汉以后，伊要伫教会领受坚信礼的时阵，伊嘛捌因为坚持家己的怀疑，当场甲教会闹到袂收山。毋过，即个自头到尾用理性、用怀疑的态度来挑战基督教教义的人，竟然是后来信仰上界坚定，用无私的疼甲奉献来见证上帝基督徒。坦白讲，信仰无可能拢无淡薄的怀疑。因为咱所相信的对象是迄位看袂到、摸袂到、嘛听袂到的上帝，用科学甲理性嘛无法度完全掌握的上帝。若是安尼，要哪有可能拢无疑问？神学家普提力伊强调，信仰是人生绝对无限的关怀。这款的信仰是包含疑问。苏联有一个文学家杜斯托耶夫斯基，伊伫一本真出名的册《卡拉马佐夫的兄弟们》，伊伫这本册强调，上帝永远是一个疑问，较毋是答案。因为上帝敢有存在无存在，搁较安怎讲？嘛，毋是人家己会当决定的代志。我的母会有一个已经过身的长老，伊针对杜斯托耶夫斯基这本册所讲的话，伊安尼进一步解说讲：遐个对上帝的存在，甲对上帝作为完全拢无疑问的人，是得袂到信仰的人。梁基玉不过是相信一堆基督教教义的人而定。亲爱兄弟，咱拢是有限的人，只要生活伫世间的一天，就难免有侪怀疑。只有上帝才无疑问，啊是遐个将家己当作是上帝的人，伊才会毋准别人对家己有任何怀疑。若是安尼，咱来要看觅。什么人上袂介意外来的怀疑？什么人？我想绝对毋是圣经所见证的上帝。上帝是创造万事万物的上帝。上帝要哪会袂介意咱受造人类的怀疑？因为疑问
我相信嘛是上帝伫创造时阵，想述伫咱生命中的礼物。我相信全知全能的上帝，伊根本嘛袂烦恼人类的怀疑对伊带来任何的影响，也是挑战。颠倒是历史上的独裁者，参像希特勒、习近平，还佫有诈骗集团，这个人自集政治甲宗教的权力伫家己的身上，这个领导者，因这会要求军队者绝对的服从权威，接受因所讲的一切，袂当有任何的犹豫。我相信耶稣绝对毋是这款人。总是耶稣为什么伫咱今仔日所读的经文中，好亲像无赞成行色的约翰的疑问？伊讲：对我无犹豫的人，对我无失去信心的人，才有福气。为什么耶稣安尼讲？到底行色的约翰对耶稣的犹豫是啥物？根据路加的记录，当耶稣伊伫罗马8种的奴仆，嘛拯救了拿因城的官妇唯一的囡仔，互伊对死过活以后，行色的约翰的学生将这一切代志，拢来报告互约翰知影。所以约翰就找遣2个学生去问耶稣讲：你就是得要来迄位，还是阮着听候别人？得要来迄位，这是行色的约翰对耶稣的疑问，意思就是讲，伊无确定，行色的约翰无确定，耶稣是毋是犹太人所期待迄位弥赛亚，就是受上帝拣选、抹油的救主基督。问题是，行色的约翰，伊要哪会当对耶稣有这款的疑问？敢讲伊真做上帝的先知，伊竟然毋知影耶稣的真实身份吗？这要哪有可能？有人认为约翰无可能毋知影耶稣的真实身份，因为伫耶稣受洗故事中，约翰看见耶稣对伊遐来就讲：你看，上帝羊羔，伊要除去世间人的罪。约翰佫干净讲：我有看到圣神亲像粉鸟对天降落来，晓伫伊顶面。我有看到，佫作证，这位就是上帝的囝。若是安尼，约翰应该非常清楚，耶稣就是迄位得要来的弥赛亚救主基督才对啊。所以有的圣经学者主张，约翰较毋是为家己来问这个问题，伊是为了家己的学生，才会耶稣提出有关弥赛亚的问题。另外，嘛有圣经学者主张，约翰其实是用刺激的方式来催逼耶稣采取行动。虽然约翰确信耶稣是弥赛亚，不过伊认为耶稣应该更较积极来表明家己的身份，通好唤醒大家悔改、跟对伊，来促进上帝国的运动。嘛，还佫有一种看法，是针对行色的约翰的处境来解说这个疑问。咱会当对马太同款记录这个故事的经文来看，就会当发现，迄时阵约翰问这个问题的时阵，伊的人是互人关伫监牢内底，因为伊指责希律王的缘故，所以互人掠起来关伫监牢内底。约翰伫迄个时阵，真可能感受到家己的人生已经来到最后一站，所以伊期待家己对耶稣的身份无看毋到，伊嘛毋望家己的工作甲使命有人传承，所以伊需要耶稣予伊一个肯定的答案，通安慰伫监狱内底家己无平静的心情。综合这个观点，我认为
惊死的约翰的疑问，上解有可能是因为耶稣真做一个大家所期待的弥赛亚，伊的言论甲作为，真可能甲约翰本人对弥赛亚的看法有差别。所以约翰伊需要问清楚，到底耶稣是毋是迄位特别来的救主基督？如果咱回想惊死的约翰的故事，当伊伫约旦河为接受伊的信息来悔改犹太人惊死的大受欢迎以后，有未少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因也要来领洗的，无拍算约翰责备因讲，恁才会独蛇。啥物人警告恁，闪避上帝特别发的受气，打补头已经靠伫树头，所有无结好果子的树，拢要甲伊抄起来，迄落火。我用水甲恁行洗礼，表示恁已经有悔改。毋过伫我后面得来迄位，比我较有权能，伊要用信心甲火甲恁行洗礼。伊的手提簸箕，要将卖场的马拨清去，麦仔收入仓库，卖香就用卖花的火烧掉。这段经文，咱对这段经文就当发现，伫惊死的约翰的目睭中，迄个要来弥赛亚，当伊来临的时阵。毋若要用信心甲火替人行洗礼，上时阵即个弥赛亚手伊要摕审判的工具，将好的麦仔收入仓库，啊若是歹的麦香，会互弥赛亚用卖花的火甲伊烧掉。这是惊死的约翰目睭中的弥赛亚应该有的作为，总是耶稣呢？耶稣敢是这款的弥赛亚？耶稣毋若惊歹人做伙食饭，耶稣阁教示人讲，健康的无需要医生，患病的才有需要。我来毋是要招义人，是要招罪人。莫怪耶稣无正面来回答惊死的约翰的问题，总是耶稣将伊家己的使命甲服侍，就是当初伊伫故乡拿撒勒会堂引用先知以赛亚的宣告，已经得到实现的事实，伊来放伫惊死的约翰的面前，互因家己去判断，到底圣经所讲的弥赛亚的现象，是毋是已经有得到应验？换一句话讲，耶稣将这犹太人社会中受排斥、放杀的人，包含散车的、目睭无看见的、骹摆的、耳孔无听到的、太过病的人，甚至死去的人，得到医治甲救恩的事实，放伫弥赛亚来临的时代中。莫怪咱台湾有一个真出名的神学家宋传成牧师，伫去年底才过身。宋牧师强调，耶稣的弥赛亚身份，甲伊所宣扬的上帝国福音，包含丧乡的人有福气，受掠的得到头放，受压制的得到自由，青迷得到医治等等。耶稣的救主身份。惊这现象是袂当分开的两项代志，咱袂当干那宣扬耶稣是主，总是咱无要对别人讲耶稣到底是怎样一个救主，咱袂当安尼做。对这款的圣经见证来看，今仔日教会宣教，咱实在需要反省。大部分基督徒伫传扬基督的福音中，咱伤过强调。耶稣的救主身份，总是咱无实现耶稣所宣扬上帝国的好消息。咱的福音伤过重视个人灵魂的得救，总是咱无重视上帝的救恩。毋但是个人的灵性性命得到救难定，嘛包含
肉体性命、社会群体性命，甚至受造万物的性命，拢得到拯救。咱家己设定救恩的界线，总是咱无了解上帝根本无照咱教会甲基督徒所设定的方向去拯救世间人，就参像今仔日的经文讲起耶稣的言论甲行为，无符合行说的约翰心目中对弥赛亚的认知，这嘛无怪。行说的约翰会对耶稣的弥赛亚身份要感觉犹疑咯。咱对行说的约翰对耶稣有犹疑的故事，咱知影，先知嘛是人啊，先知毋是神，先知嘛有人的软弱，无完全清楚上帝的旨意甲计划的迄面。我想真做一个人有犹疑。这是自然，嘛是正常的代志。无有犹豫的人，这毋是人。特别是遐个掠准家己知影一切，迄是将家己当作是上帝的人，因才会认为信仰无需要怀疑。所以神学家 Paul Tillich 伊认为，每一个信仰的行动，一定包含着疑问，这是一种存在的疑问，较毋是科学家迄种对任何的假设拢必须爱有的怀疑，嘛毋是一般人对家己无知的代志暂时的疑问，毋是存在疑问，是一种面对无限的真理，包含着有限的人类永远无法度确定的答案。基督教信仰所包含的疑问，是一种勇敢来接受咱家己永远无法度掌握全部的真理。这款的信仰是勇敢，因为伊包含对家己掠准什么代志拢知影的怀疑。我相信上帝无看轻咱人的怀疑。因为是上帝将这款的信仰疑问放伫咱的心中，通激励咱，伫咱人生的旅途中，永远无停止去超找上帝的带领甲引带。愿上帝帮助咱有这款的信心甲智慧，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当的上帝，感谢你。感谢你创造阮生命，阁互阮有理性。感谢你也容允阮对阮所无了解的真理会当怀疑，是你将这款的疑问放伫阮的生命中，互阮对家己无骄傲、无满足，互阮通倚靠你的引带，主啊，求你帮助阮，互阮的疑问，毋是要摧毁、毁灭阮的信仰，互阮的疑问是会当专心来仰望你，仰望你伫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来引带阮跟对耶稣基督的脚步，会当亲像释怀者迄款同款。虽然有疑问，虽然有怀疑，总是跟对耶稣抱着奉献这款的生命态度来为主你来服侍。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亲爱兄弟，请用我阁用短短时间来介绍这个西伦教会。要见长这款的故事，时间的关系，我袂当一一来讲起这4-5冬来伫见长的过程中间所发生伫西伦教会的故事。我大先请咱同工来放这个空拍影片吼，咱来看一个影片吼，会当聊聊知影讲影片空拍影片吼，会当聊聊知影讲西伦教会吼。
即个见证中间所经历所代志。就写吼，咱请咱搁跳到即个建堂的 PPT 遮吼。拄咱看到的是即个伫应该讲是伫差不多今年的年初吼，已经完成教会新堂礼拜堂教会的结果外观。咱敢若看到外观吼，对动图开工，一直到外观结果体规个拢完成。拢完成吼，拢完工。即马咱看的即个相片是伫即个新堂礼拜堂的内装的方面吼，这是讲台讲倒手边的相片遐讲台顶头是十字架，即个十字架较特别吼，你会看到讲伊的捅出来迄个头其实一块尔吼，即讲台顶头有种一丛树这真有可能是台湾唯一的一间教会伫讲台顶种树啦吼。这是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讲台。这是拄咱看到迄个教会1楼2楼吼，地上1楼2楼的外观。阮的主礼拜堂是放伫地下1楼，安尼才会当得到上介济的人会当伫遐聚会，拢总差不多上介济会当坐200个人吼。这嘛是讲台吼，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翕吼。你会当看到一丛树仔伫讲台的边仔，树仔的边仔就是即个天际天井吼，会当采光安尼。个教会有一个真特别的所在，就是1楼到2楼有一个足大的书墙，咱看正手边的相片，楼梯遐。即个正手边遮有一排的册架这是会当对1楼通到2楼的册架吼。好，西屯教会是1974年成立的一间教会，到现在嘛已经51年。当初是设立的时阵，就是为着要伫逢甲大学附近的所在来开拓一间教会，将福音来分享予当地学生甲伫遐生活的居民吼，50年过去吼，其实教会是踮伫即个，咱看即个相片是一排犯厝中间的一间，即种结构有一足大的问题，因为伊是连续壁所以教会咧做礼拜的时阵会影响到咱无信主的厝边啦吼。因为咱礼拜时间通常拢是伫礼拜日的早起吼，礼拜日的早起无信主的厝边，因需要休困啦吼，所以有几啊遍因感觉讲教会伤过差啦吼。我印象中间，我伫今年算是伫西屯教会牧会第10冬的时间，印象中有3遍教会台语礼拜了后兄弟伫外口咧招呼的时阵，互人对顶头3楼泼水落来，因为教会厝边感觉阮伤差虽然阮有真爱行阮的厝边，会当和睦斗阵毋过无论你安怎努力比如讲，阮伫教会节期的时阵，阮会做礼物送互会友，只要阮有做礼物送互会友，圣诞节、母亲节、过活节，若是有做礼物送会友，安尼阮4角头无信主的厝边，嘛会得到1份啦。因得到礼物的时阵真欢喜，
毋过教会聚会的时阵，因继续嫌啊，所以你讲要安怎？这无法度解决。所以40-50年来，阮一直想要将教会对原本的所在刷出去，总是台湾的土地实在愈来愈贵啦，买袂起吼。所以40-50年来一直拖磨，一直拖，一冬拖过一冬，一冬拖过一冬。感谢主，伫2019年，阮总算喙齿紧加咧。伫经贸园区，现在台中正发展的所在，经贸园区买了一笔土地，拢总104平，一平土地56.4万，所以干那买土地就用差不多爱需要6000万，接近6000万。无钱只好甲新老合作社借钱，啊无钱你嘛是着爱起礼拜堂啊，所以请厂商来估价。2019年，厂商估价的时阵是地上2楼、地下1楼，拢总2200万。用上介简单的方法来起，钢骨结构来起，上介简单。毋过袂当随时起，因为你要起礼拜堂需要建造啊。财团法人申请建造，哦，足麻烦。所以干那申请建造，就安尼拖过2冬。2021年，阮甲正式10月，甲正式摕到即个建造，安尼对2019年经过2冬，所以阮着搁请厂商来估价，即边变做3680万，共款哦，地上2楼，地下1楼。为虾米？我想大家拢知影，原物料、暗木图更紧会起价。啊，阁有对2019年到2021年发生足侪代志，啥物代志 ？COVID-19、乌克兰战争，啊，阁有啥？西港的问题，全球港口规拢塌掉咧，啊，所以物资一直起价。啊，阁有一个影响台湾上大，就是台积电落去南部设立工厂。伊用一工8000块的工资去抢全台湾起做工地，才会工人师傅，拢抢过来替因台积电起因的工厂。所以伫迄段时间，台湾的工地欠工非常严重，一直到现在又搁共款的问题啊！欠工营造的成本降袂落来，非常严重。这就是为虾米？阮原本估计2019年2200万，结果经过2冬变做3680万，啊！所以无法度共款，喙齿紧加咧，阮就安尼来起。感谢主，毋是讲阮有偌济材料，无可能。西伦教会互恁约几户家庭咧聚会，无到30户的家庭，无到30户的家庭，要安怎去经拢总？建筑的经费估计出来，需要包含设备甲装修，需要1.1万。免哪去经？感谢主，毋是靠阮家己，是我靠上帝感动济人，甲阮做伙同工来起造伊的家。我跟他讲一个故事就好，时间的关系。伫这4-5冬的时间，我去各教会募款，包含来到咱台北济南街教会来募款。济南街教会是我甲牧师娘熟悉的所在，所以阮甲济南街教会有真深的这个连结吼。济南街教会伫真困难中间，2022年我去济南街教会募款的时阵，教会的这个同工有一个长老是阮过去的好朋友，伊甲阮讲教会还阁欠1亿赤字啊，财政赤字，因为伊有起一个教育馆还是啥物，还阁赤字，所以真困难。我们要去募款真困难。总是后来因还是伫欠钱的情形下面接受阮去募款，无拍算迄边的募款，因为是伫疫情的中间，所以每一间教会拢有做现场直播。所以，迄场的礼拜同时阵，济南街教会用直播出去，有一个济南街教会青年后来踮伫移民伫美国
伫遐工作，伊看到迄个直播，随时甲伊的妈妈讲：“阮惊因拢无熟悉啊，我惊迄个这两个教会迄个青年拢无熟悉吼。”伊甲伊的妈妈讲：“妈妈，你若转去台湾，吼，转去咱故乡台中，一定都爱去台中西屯教会聚会。”所以伊的妈妈伫即个冬天的时阵，转来到台中，就来到阮教会遮聚会。伊甲阮讲即个故事，讲我种奇怪，谁那伊会来阮教会？后来一问，才知影，原来就是伊的查某囝交代，讲伊若转来的时阵，一定都爱来台中西屯教会来聚会，佮摕一包钱来奉献，诚做阮建堂的费用。所以，我要用即个故事，甲咱做伙分享，就是要甲咱讲，西屯教会靠西屯教会信徒，无可能起做1亿100万的教会，无可能啊！敢若30无到30户的家庭，免啊起安尼的教会，总是即个工程，即个教会，即个礼拜堂，毋是西屯教会会友的礼拜堂，是上帝家。所以上帝感动一个人甲阮同工，感谢主，我嘛要伫遮邀请咱南门教会兄弟，好毋好？甲阮做伙同工来起造上帝家，互阮会当继续将福音来分享，互迄当地的学生甲住民。多谢咱大家。那即摆来吟圣诗573首，请正下这起立来吟。请坐，下笔奉献，请叶弘毅一书甲陈志宇一书。
所以起立来吟奉献的诗。请坐。下面我来报告，今仔日咱欢迎台中西屯教会张真和牧师来咱教会请安，咱嘛是今仔日的礼拜，咱嘛为着西屯教会的这个需要来奉献。希望咱大家会当继续为着西屯教会来关心代祷甲奉献。下晡今仔下晡要举行中集会甲小会，请各位中集伫爱餐后留步吼。后礼拜1月19要举行春季的即个好会吼，要连续礼拜第一场聚会暂停吼，有。咱楼骹有公告，即个相关的即个消息，尤其是即个会员的资料，若是有啥物欠缺的部分，请大家甲即个办公室的干事黄干事来反映吼，来做一个修改。行事历咱第一季的即个行事历已经安排妥当请大家注意家己即个所担当的即个服侍的时间。过来近期教会活动1月26日上联团契1月份的即个例会请上联团契兄弟注意1月29拜三是旧历的新年的迄天有10点半有即个新春清社礼拜，欢迎大家兄弟来参加。2月初2礼拜日2场礼拜拢要有举行即个圣餐若有人有兄弟有要洗礼、献信礼，兄弟请即个牧师来报名2月初9礼拜日联合礼拜是要为着咱张三信牧师替任有一个特别的即个聚会。周报合订本然后兄弟有即个有需要请将家己收集的即个周报交予办公室来做一个处理。教界的消息就是1月14要举行台北中会的大会，要伫上午9点伫永光教会来召开。代祷的事项就是咱即马国际情势愈来愈困难咱为着咱台湾的地位咱的国际的关系尤其是为着咱长老教会伫台湾的社会是一个重要的教会，即个传福音的事工咱是搁较大的责任，所以咱请各位兄弟为着这代志来代祷搁有就是咱本礼拜有咱的囡仔要参加即个学测适合的考试大家为着因来祈祷。今仔日的新朋友有一我的朋友啦伫遐，洪恩吴洪恩阮是伫迄个考选部的即个会场熟识啦伊拄好阮邀请伊来参加阮考试的即个工作伊是台法律研究所毕业即马咧美国留学转来探亲啦顺便来看我，欢迎伊无啥物来补充。多谢张牧师恁好牧师是我新学生最后一年伫道贤教会时的青年后来毋知去读新学院欢迎咱特别为着西屯教会需要来代祷。咱介绍牧师娘，毋知牧师娘介做伙来，咱欢迎坐伫后壁遐牧师娘做伙来。
除了你的朋友，毋知有需要我特别介绍的无？两项代志吼。今仔日咱教会实在是中集有制服啦吼。你看今仔日大家拢学即个有制服吼，今日要翕一张相吼，这特别多谢谢康兄兄吼，送中集即种的迄落，所以12点左右，请咱中集咱伫2楼小可集合，咱才来做伙开会吼。后礼拜请咱何会顺一定会记咱大家来参加，来关心咱教会大小事吼。以上咱来行平安礼，好无？做伙来念平安礼的时光。咱拢真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咱由原徛咧来吟上言的诗歌401首，我全能主上帝。做伙来领受天顶的祝福。全能的上帝，愿你宽容的神改造阮，温柔的神引带阮，恩典的神帮助阮，互阮服侍敬拜你，对这事到永远。阿门。
灭岛散会。